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Leo 啊，今日帶大家喺石岐呢邊睇個獨棟。嗱，呢棟嘢之前咧賣得好貴啦，差唔多600個，而家降咗，業主嗰邊降咗，呢度出去就康華路啦。市場咧過去300幾米，中心不窄，都好近噶，1000米唔到。佔地係300幾方，位置咧 OK 嘅位置，呢啲位置咧配套好啊，交通又方便啦，又近中心北站、華僑城都喺附近。如果你對呢啲獨棟啊感興趣嘅，評論區討論啊！